免不带咱们不客造，侬客造下面话，大萝卜萝丢海中萝卜白中。将马出征，大萝卜丢海中白中萝卜白白将来出征，哎呀，大萝卜丢海中萝卜白将来出征，大萝卜就是旧皮包，相当于的话呢，丢海就会中就是这个东西衣服中到了，这会就会是褶皱之类的，中萝卜白就是把这个皮包它就会裂开。中呢，我认为是这个中就是他的衣服中到了，就是褶皱在一起的中萝卜白将来出征，将那样的就是会流出来，中就是衣服发褶皱中到了，他那天他不衬托他的衣服都是中到的，就是这个中。大萝卜丢海中，萝卜白将来出征，将来是方言dialect，将来就是方言将来像那样，出征就是都流出来了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多有唱，背呀背着船长民族都朋友超人罗马杯，能量自茶容，杯子老钢杯罗杯啊。